题，文章第一度讲到，不等嘅材料变成牙，可能嘅原因係呢個，也會有四個選項：一，它要環保精神；二，壁牆會較堅固；三，新材料較方便；四，是唔驚風吹。我們再回頭看看文章中哪裡有提到跟牙有關係的段落。在第二段的開頭，慢慢木凳嘅材料也對毛翻過乾淨，然後將板硬土抹土過嘅牙，安尼是唔驚風吹咧。所以我們知道用牙做木凳是因為驚風吹會同一個木相拍，所以呢題嘅答案應該會寫 C， 是唔驚風吹。第四題，作者認為早期嘅人搭貓料來帶，可能會遇到乜嘅問題？一，搭木會開太多錢；二，壁牆挺硬牆冇韌性；三，當唔係太風雨；四，開安全嘅木凳。文章第八就寫到，早期嘅人搭貓料來帶，可能會遇到嘅問題是當唔係太風雨，所以第一個搭木會開太多錢，唔錯。第二個壁牆挺硬牆冇韌性，也唔錯。第四個開安全嘅木凳，該時節係忙住就用牙來做嘅木凳，所以冇較強嘅木凳安尼嘅問題。呢題嘅答案是愛選第三個，當唔係太風雨。